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小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小干是立冬收成期，加照较会啼。逐年新历的11月初7，也是初8，是立冬。立冬的时节，水稻已经会当收成啊。伫咧收成期间，不管是厝里饲的鸡仔，也是野生的鸟仔，拢会欢喜甲啼袂煞，因为因毋惊无食米会腹肚枵。伫遮顺续提醒大家，立冬过后，东北风是愈来愈透，出门着爱穿较少咧，安尼才袂感着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